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新闻讲去年已经有超过114万人去坐邮轮去佚佗，今年政府佮希望讲有600架邮轮停入来台湾，愈来愈多人去坐邮轮，对港口对台湾的观光确实拢有增加不少好处，不过嘛不是愈多就愈好。这个产业伫台湾是算真新，真正也佮拄到疫情，不过伫短短时间内，台湾已经变作是亚洲邮轮市场真重要的一个点。这是安怎来的？我今日来讲观光邮轮。根据上新的资料，疫情了后，2023年的时阵，邮轮观光佮开始，迄当去坐人客差不多是54万人，加一当2024年就变做90万人。去年总共有567架船邮轮来到台湾，拢总的旅客到的有114万人。这内底上侪人出入的就是家人港，差不多99外万人拢伫遐出入，是占全台湾的8成。台湾敢真正有这么多人去坐邮轮？其实这内底有3成是外国人客，就是为国外来到家人，才个为家人坐船出去佚佗的。上多是日本来的朋友，再来是美国人，刷来韩国人甲德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因为较远来的，因是坐飞行机来台湾，再个为台湾坐船去别个所在佚佗。为台湾开出去的邮轮主要是有2条路线，东北亚是为家人出发，主要走日本的外岛，像沖縄、那覇、石垣岛。另外一个路线就是去东南亚，主要的为高雄港出发，去越南、马来西亚也是菲律宾。我嘛一礼拜才知影讲，邮轮还有分足侪种类的，较大众化的，适合规家伙仔带去佚佗的，咱较接伫广告看到的。这种邮轮，伊的船是较大只，伊顶面有游乐园，有游泳池、电影戏院，有会使去买物件的百货公司，通常嘛会设交场。当然，这款嘛还有分讲，食较好、食较歹，也是服务较好、较歹，差伫价上。不过也还有另外一种，是较细大的船通常敢若1000人咧坐邮轮，这款内底服务会阁较好，而且伊无共的所在就是伊会当停入去大只的邮轮无法度入去的港口，所以会当去的所在就较无共款。也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去探索冒险的邮轮，像讲会载人客去到南极、北极，也是像加拉巴戈斯这种所在。这款船顶面拢有一寡较专业的导游，船停倒来时阵，这个人会带人客去参观。观光邮轮伫台湾的时间无久，不过不是进前台湾拢无这款大型的载人的船咱若看清国甲法国伫战争的时阵，法国人来到家人家，迄当阵法国的邮轮公司就会定期有航班停伫家人港，主要是送批甲送食物来互伫台湾的法国兵1888年的时阵，劳兵团嘛捌甲英国订2架大只的船载货嘛载人，主要就是走台湾、上海、香港甲南洋，这算是台湾家己有的上早的邮轮。不过这甲这阵咱看到的观光的邮轮也是无啥相共。世界头一只为着旅游设计出来的邮轮，是1900年才有。这只是为德国出发，顶面拢总无放货的所在，伊敢若载人。内底设计是有真高级的房间，有图书馆，
有运动的所在，甲一间会当摄相片的暗室，伊专门是载人去旅行的。后来1970年代，大家毋知敢会记得讲，有一出足出名的美国的电视剧，叫做《爱之船》。这个电视剧伫全世界拢足清，也嘛互大家知影会使坐游轮度假。毋过台湾现代游轮的这个市场是较慢才开始。早期因为戒严要出入海关管制真严，民主化了后要坐游轮去佚佗，爱去别个国家才坐着。一直到1993年，丽青游轮伊入来台湾，才有为基隆港坐去到日本。丽青游轮的生意嘛毋是拄开始就足好，2005年佫因为了钱，怎就停落来。佫加2冬，伊才佫开始入来台湾，主要是开为基隆、为高雄到日本的路线。台湾去坐船的人变侪，是自从2013年公主游轮入来台湾市场。当然有可能是广告，嘛有可能迄当阵台湾人变较好业，怀疑为迄时开始游轮就哪开哪坐邦。台湾有遐尼侪港口，是安怎有8成的人客伊的出入拢伫基隆港？是安怎基隆港会当变做国际游轮的母港？母港的意思就是讲，毋是干那伫遮停几点钟就去开走，是会使伫遮休困，也是为一个所在出发的一个主要的港口。甲干那停几点钟的迄款港口比起来，一个母港会使互人客伫当地食大，伫遐旅行会出来佚佗。这个游船公司嘛真有可能就会伫迄个所在补货，也是加油。通常是政府算会感觉会好，游轮公司嘛感觉会好，所以才会经迄个所在。当然有例外，像讲西班牙巴塞罗那伊是一个港口，除了伊有港口以外，伊本身也未有游轮进前，就是一个真重要的观光城市。所以游轮公司是家己去找当地政府去协调，讲伊要伫遐设点。也有另外一种是，这个游轮公司伊家己看伊的路线，经一个地点，甲当地政府讲好，家己提钱去投资，起伊所需要的设备来停伊的船啊。毋过我又应该是从基隆港这种较济，就是游轮公司看伊安排的路线，倒一个港口有可能较有人客，对伊来讲成本佫无伤悬，就会设点伫遐。台湾经济发展了后，基隆港是因为伊的空地是有限的，而且伊港口的水嘛毋是足深，所以传统的货运伊较歹甲别个港口竞争。运入来基隆港的货柜就拿来拿少，这个港口无像日本时代是足重要的货运甲客运的中心。毋过基隆离台北足近，佫离日本嘛较近，所以转改落去做客运，就是停载人客的大只船啊。这对因来讲嘛是一个出路。1997年，丽青游轮就伫基隆设点，开始伫遐开定期的路线。2000年以后，为着要甲中国有直航、直飞，嘛直开、直驶的船啊，政府嘛有投资去改善基隆港的一寡设备。伊投资像讲东华渡船码头的设备，互佫较侪人会使伫遐出入。毋过台湾毋但基隆这个港口会当停大只船，甲基隆港比起来，高雄港其实佫较适合做游轮的母港。至少高雄无高港风，就是无东北季风。若是寒人要开船，较袂受到影响。而且高雄港向外交通嘛做了真方便。毋过甲基隆比起来，高雄港较无得爱积极去发展游轮母港这个需要。因为高雄港伫战后变做是一个工业中心，为拆船到后来加工区到即马。货柜进出拢也是高雄港伊主要的工课。也有一点，台湾北部的观光地点伫国际上也是较出名。外国观光客若要经过台湾，伊会对北部较有兴趣。
这嘛是邮轮公司经家人的一个原因。目前高雄港嘛有邮轮咧走，主要就走东南亚。另外是讲是安怎无要开发台中港也是花莲港，其实毋是无咧做。像花莲港有太鲁阁，是真侪人拢想要去，毋过花莲港受到天气的影响佫较大。台中港是因为伊的水的深度甲水流的问题，足大只的船啊要停泊伫遐较困难。为着要互家人变做邮轮的母港，台湾港务公司也个主动去找国际邮轮集团来讲条件。后来政府嘛投资几若亿去改造家人港，互家人港会当停16万吨这款足大只的邮轮。旅客服务中心嘛有登记过，而且政府嘛有提供一寡优待互遮的邮轮，像讲伊会减少收费，互遮的国际邮轮公司愿意甲家人设做因伫亚洲航线的营运中心。像今年为着要推广互外国观光客坐飞轮机来台湾坐邮轮，也佫会提供补贴，吸引几远道来的一寡人客。伊补助的嘛毋若干那家人港，像若停伫花莲港的邮轮，若有国际旅行团要留伫花莲台东过暝，嘛有补贴。讲到遮，真侪邮轮观光客来家人，应该是真好的发展才对。毋过出入的观光客变济，嘛毋是干那有好处。像讲伊会造成交通问题，家人港伊的港口改建了，会当停佫较济遮大只的邮轮。毋过家人的交通嘛需要改进，才会当互遐尼济人伫遐出入入。邮轮停伫港口遐，伊嘛会排放一寡无处理过的垃圾水，也是污油，这会污染当地海洋的生态，鱼啊嘛会减少，这对当地渔业嘛有影响到。佮再来就是一款大型的邮轮，伊停伫遐的时间一定就要用真济的井水，伊会抽足济井水去。这若是水的资源有限的所在，就是一种负担嘛。小工用电嘛是安尼。伫意大利都捌发生过抗议，因为因一工24点钟内，都有13只大型的邮轮会通过因当地运河，看起来是真好看。毋过对住伫遐的人造成真大的困扰。当然这应当是开发观光会拄到的困难，要安怎互观光客愿意留落来消费，袂像讲一道船就全坐车离开家人。毋过因留伫遐消费，都袂对当地交通治安造成问题，这嘛是真需要好好去处理。今日我就先讲到这。大家若有任何想法甲意见，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也若介意这个节目，请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也是追踪这个节目，嘛请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若是要赞助寄付，伫节目的文字说明有连啊。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现爱妈妈，大家再会。